依家如果有人同你講食一餐飯要用成千幾2000萬港幣，你第一反應一定係覺得佢吹水，或者係咪去咗咩外太空主題餐廳？但係如果你翻開香港嘅飲食歷史，你會發現呢件事係實實在在發生過。如果將當年嗰筆驚人嘅消費額按通脹同埋購買力支算成今日嘅資產價值，我餐飯真係夠你喺香港買起一成棟豪宅，或者起碼幾層幾百尺嘅新樓。呢餐被譽為世紀之宴，排場大到連全亞洲甚至全世界新聞媒體都爭相報道嘅傳奇盛宴，就係香港歷史上最後一次，亦係最轟動嘅滿漢全席。一講起滿漢全席，大家可能第一時間會諗起莊國榮、袁詠儀同趙文卓主演嗰部經典賀歲電影《金玉滿堂》，入面的廚師鬥得難分難捨，普通嘅豆腐可以雕到藝術品咁，甚至仲出現咗傳說中嘅4大名菜：咩蒸熊掌、宮燒上弊，仲有最令人毛骨悚然嘅生滾侯腦。好多人睇門係之後都會心生疑問，究竟現實中嘅滿漢全席係咪真係好似電影《金玉滿堂》入面寫得咁誇張？真係會將呢啲瀕危野生動物搬上餐桌？而香港最後一次辦這個大宴，又係一幅點樣嘅奇景？要追溯呢個故事，我哋要將時間倒流返去1977年。喺1977年嘅11月初，香港嘅中環同尖沙咀一帶，全城嘅飲食業行家同街坊市民都喺度議論紛紛，因為當時位於九龍彌敦道嘅國賓酒樓接咗一單前所未有嘅大生意。呢單生意無係咩本地富豪娶新婦，亦無係咩大機構嘅周年致慶，而係日本嘅電視台指定要喺香港重現一場最正宗、最奢華，足足要食2日2夜嘅滿漢全席。當年日本電視台開出嘅價錢係港幣10萬蚊，大家千萬唔好用依家嘅眼光去睇呢10萬蚊。喺1977年嘅香港，一個普通打工仔、工廠工人或者寫字樓文員，每個月嘅人工大概只有1500蚊左右。當時如果你手頭上有7萬到10萬蚊港幣，你已經可以喺西半山康和大廈買到一個接近500尺、2房1廳嘅全新洋樓單位。換句話講，呢餐飯嘅價值喺當年可以直接換一間半山層樓。如果用依家香港半山樓價嚟推算，呢餐飯嘅經費放到今日，絕對係千萬寨別嘅天價。國賓酒樓收到呢張天價訂單之後，成個酒樓集團由上到下都進入咗最高防備同籌備狀態。為咗呢2日2夜嘅盛宴，酒樓動用咗超過100名員工，足足籌備咗成3個月。最不可思議嘅係，喺呢10萬蚊嘅總預算入面，真正用嚟買食材嘅錢其實只係佔咗2萬幾蚊，其餘嘅7萬幾蚊全部都係用咗喺場地日誌、古董擺設、環境裝飾同埋定制餐具上面。為咗將酒樓個大禮堂達至到好似清朝皇宮咁金碧輝煌，酒樓方面專門喺內地同本地搜羅咗大量價值連城嘅酸枝家具、古董玉器、名貴屏風，甚至仲特別師傅鑄造咗一套全鍍金嘅滿漢全席專用尊貴餐具。單單係呢套金光閃閃嘅餐具就已經使咗細門雞蚊，因為現場擺滿咗真古董同貴重金飾。酒樓當時驚到要為成個現場買咗一份高達500萬港元嘅巨額保險，仲專門請咗大批身長力壯嘅私人保安，念4小時全副武裝喺現場把守，連一隻烏蠅飛入去都要查清楚。喺1977年11月2號同3號呢2日，國賓酒樓門口直頭被圍得水泄不通，成千個市民同埋全港各大酒樓嘅名廚大師、飲食業行家都喺條街度聞香圍觀，想一睹呢個世紀盛宴嘅風采。咁究竟邊個有福氣可以坐喺入面，享受呢餐價值1層樓嘅奢華大宴？日本電視台一場趕到嚟香港拍攝，除咗佢哋自己嘅高層同節目主持人之外，當然要請一位喺香港甚至喺亞洲都極具知名度、代表性嘅重量級嘉賓嚟撐場。呢位嘉賓就係當時已經公透半邊天，直到今日都被尊稱為我姐嘅汪明荃。當年30歲嘅汪明荃正值事業高峰期，樣貌標緻，氣質高雅，而且喺日本都好有知名度。汪明荃當晚着住一身高貴嘅旗袍，坐喺嗰張酸枝龍椅上面，面對住眼前源源不絕、聽都未聽過嘅宮廷名菜，可以話係成場宴會最矚目嘅焦點。根據當年有份參與嘅行家回憶，
汪阿姐喺席上舉止優雅，每道菜都係新品去，令到日本拍攝團聚讚不絕口。呢個歷史馬面，亦隨住日本電視台嘅衛星直播，將香港飲食界最高峰嘅廚藝同排場傳播到去全日本甚至全世界。呢場2日2夜嘅滿漢全席，絕對無係好似我哋平時去飲衫咁，一晚食12道菜就起快收工。它是嚴格按照清代宮廷大宴嘅規格，分成2日，每日2場，總共4個大章節嚟進行。這4場宴席分別被冠上極之古典雅致嘅名，叫做玉堂宴、龍門宴、金花宴同埋鹿鳴宴。每一場宴席都代表住不同嘅食材主題同烹調風格，涵蓋咗飛禽、錢參、走獸、植物等所有想象得到同想象無到嘅山珍海錯。所謂嘅飛，指嘅係天上面飛嘅雀鳥。國賓酒樓嘅大廚師傅喺菜單入面寫入咗白鶴、鴛鴦、山雞、水鴨、鷄鴣、鵪鶉、貓頭鷹，甚至連極罕有嘅八哥蛋同頂閘官燕都只係用嚟做配料。而所謂嘅錢，就係海入面嘅極品珍鰍、黃布、大龍梭、山瑞、海狗魚、桂花魚，仲有最難愛，普通人一世都見無到一隻嘅純龍魚。據說當時為咗做好其中一道叫龍運吉祥嘅名菜，主廚梁造師傅翻盡人外，先製造到一條體型巨大嘅純龍魚，而且只取其最精華、最爽口嘅魚腸嚟做主料，工序之繁複，簡直考驗廚師嘅心血同耐性。講到呢度，大家最關心嘅問題嚟啦，既然係最正宗嘅滿漢全席，咁電影《金玉滿堂》入面嗰啲熊掌、上臂、馬騮佬喺1977年嘅香港國賓酒樓入面，究竟有冇真正出現過？答案係有，但亦都有所保留同替代。首先講上臂，在第一二的午宴，即係金蛙宴上面，確實出現咗一道震撼全場，名為力拔千鈞嘅主菜。呢道菜嘅核心食材，真係由非洲空運過嚟嘅野生上臂。根據當時負責掌廚嘅梁造師傅事後透露，上臂呢種食材非常難處理。它的肉質其實好粗膠，纖維極粗，聞落去有一股非常濃烈，一般人好難接受嘅原始走獸味。為咗消除呢股怪味，大廚要先用特製嘅藥材同香料將上臂反覆燉煮、漂水、洗足幾十次，然後再加肉陳皮絲、木耳絲、澤芋島絲、冬筍絲同埋名貴冬菇，用慢火攻燒足足幾10個鐘頭，直到將上臂肉回到軟韌，入口即化。當時有份食嘅嘉賓形容，處理好嘅象臂肉，其實口感有少少似臂肉或者牛筋，但嗰種濃郁嘅骨膠原同獨特嘅蜆味，係普通肉類完全冇辦法比擬嘅。至於熊掌，喺當年嘅滿漢全席入面，亦都屬於傳統山珍嘅常客。熊掌之所以名貴，係因為古人認為熊冬眠嘅時候會舔自己嘅掌，所以熊掌承載咗全身嘅精華，肉質極其肥美滋潤。喺1977年，雖然野生動物保護法未好似今日咁嚴格，但要買到一對完整、秉質頂集嘅熊掌，依然要動用極大嘅人事關係，從北方冰冷地區入口，烹調熊掌嘅過程堪稱一場災難集嘅繁複手工藝。因為熊掌表面布滿咗又硬又密嘅毛，仲夾雜住好多泥沙，廚師要先用熱水反覆燙煮，再用家子一條一條將毛拔清光。而且絕對無可以整穿塊皮，否則賣相就無合格。拔完毛之後，仲要用雞霜、火腿汁連去妹煮幾日幾夜，直到肉質徹底變軟，再配上濃郁嘅布汁去後。不過，亦都有傳聞話，因為部分食材實在太難喺短期內合法入口，或者基於衛生同人道理由，有部分熊掌菜式喺當時已經開始用其他名貴走獸嘅蹄筋，經過精細嘅雕刻同偽裝，去做到真熊掌嘅外形同口感。而最令現代人覺得殘忍，亦係電影《金玉滿堂》入面最經典嘅一幕生滾喉蘆。喺1977年嘅國賓酒樓大宴上面，究竟係咪真係有隻活生生嘅馬騮被綁喺妝台下面？呢個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絕對無。雖然喺更久遠嘅古代宮廷野史入面，確實有過食猴柳嘅殘忍記載，但到咗20世紀70年代嘅香港，作為一個現代化嘅國際大都市，無論係法律、道德定係公共衛生層面，都絕對無容許呢種野蠻同殘忍嘅行為發生。
當時國賓酒樓嘅大廚師傅非常聰明，佢哋運用咗出神入化嘅高級廚藝，完美還原咗金玉滿堂入面嗰種以甲亂真嘅最高境界。大廚先用名貴嘅魚唇、魚腦，配合新鮮嫩滑嘅豆腐，再加上蛋白同酸雞湯，經過精密嘅比例調配之後，放入一個專門訂製、外形雕刻得惟妙惟肖嘅猴頭瓷器容器入面，再用慢火去燉實。當呢道菜端上台，打開戒嘅那一刻，裏面嘅豆腐魚腦熱氣騰騰，呈現出一種半凝固嘅乳白色，視覺效果同質感真係同傳說中嘅猴腦一模一樣。但其實入口全部都係極致的鮮甜同豆香，這仲用素色或者高檔海鮮去仿真野生動物嘅做法，正正體現咗香港廚師嘅智慧同對飲食文明嘅尊重。好多人會問，香港早喺1950年代同1960年代，其實都辦過好多次schmann漢全食，點這偏偏1977年呢一次會成為絕想？點這之後咁多年，香港咁多富豪、咁多頂級酒家，都再無人肯出面辦一次真正嘅schmann漢全食。呢個背後其實交織咗多個時代轉變嘅必然因素。首先，最直接、最關鍵嘅原因就是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嘅普及。到咗1970年代尾同80年代初，國際上對於瀕危野生動物嘅貿易管制越來越嚴格，香港亦都正式簽署同執行咗相關嘅國際公約，好似長臂、行掌、紅龍魚，甚至係某些珍稀雀鳥，喺法律上已經全面禁售、禁食。如果依家有邊間酒樓咁喺菜單上面指明有上臂或者行掌，無使等客人入座，漁護署同警察一早已經上門拉人封巷，冇咗呢啲代表性嘅靈魂山珍食材，所謂嘅schmann漢全食就冇辦法做到真正嘅原汁原味，自然就失去咗那種傳奇嘅色彩。除咗法律問題，精湛傳藝嘅斷代同傳承流失，亦都係一個無可挽回嘅痛點。schmann漢全食之所以叫全食，無單止係因為色彩名貴，更重要嘅係，他對廚師手工藝嘅要求已經去到登峰造極、近乎苛刻嘅地步。每一道菜嘅刀工、火候、調味都有極之嚴格嘅規矩。好似1971年掌廚嘅梁造師傅，佢哋那一代嘅老一輩名廚，全身上下都係真功夫，由最基本嘅認字、選材、發乾貨到控火、雕刻、熬霜，每一樣都要經歷幾十年嘅師徒制苦練先可以出師。但隨住香港經濟喺80年代起飛，飲食業講求快、準、高效率，新一代嘅廚師好少，再有人願意花幾個月時間去籌備一餐飯，亦都無人肯花幾年時間去學一門，可能一世都用無到一次嘅宮廷雕刻或者乾播鋪法技術。隨住呢批老一輩嘅大師陸續退休散落，很多schmann漢全食嘅正宗菜譜同烹飪秘訣，基本上已經失傳。依家就算你出解千萬，都未必應得到一個成班底嘅廚師團隊可以完美還原當年的手藝。再者，就是時代飲食觀念的徹底轉變。以前的人覺得食得越飽、越罕有、越油膩、排場越大，先至叫做高貴同體面。所以schmann漢全食入面充滿咗大量高脂肪、高膽固醇，甚至係好難消化嘅走獸肉類。但現代香港人講求嘅係健康、環保、精緻同埋色彩嘅原汁原味。現代人去高級餐廳追求嘅係有機蔬菜、新鮮空運嘅頂級海鮮，或者係少油、少鹽嘅精緻粵菜。一餐飯要你坐足2日2夜，連開10幾10道大魚大肉，濃油赤醬嘅宮廷菜。依家嘅人無單止會覺得個胃頂無順，甚至會覺得這種暴飲暴食嘅排場落後，無符合現代文明。這種觀念嘅改變，令到schmann漢全食徹底失去咗生存嘅市場土壤。雖然真正嘅schmann漢全食已經喺1977年嘅香港畫上咗句號，但它對香港飲食文化嘅影響力依然深遠到依家。徐克導演之所以會喺1995年拍出《金玉滿堂》呢部經典電影，正正就是因為他深深被1977年那場國賓酒樓嘅世紀之宴所震撼，想用電影嘅光影藝術將這段屬於香港飲食界最高峰嘅傳奇流傳落嚟。電影入面就文卓飾演嘅廖傑師傅，或者鍾鎮濤飾演嘅曹臣，身上多多少少都有當年梁造師傅等一代宗師嘅影子。
電影入面所展現嘅對廚藝嘅極致追求，對食材嘅尊重，其實就是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嘅獅子山精神喺飲食界嘅體現。做任何事，一係無助，一做就要做到最好、最極致。今日我哋行入位於新界嘅稻香飲食文化博物館，依然可以看到麗面圓比例，還原咗1977年國賓酒樓滿漢全席嘅大型擺設同餐具模型。看住那些金光閃閃嘅杯滿瓢盆，看住當年的歷史相片同舊報紙報道，你依然可以感受到1977年那2個夜晚，全香港市民為之瘋狂嘅熱烈氣氛。那是一個香港經濟正要展翅高飛嘅年代，亦是一個充滿奇蹟同可能性嘅年代。一單來自日本電視台嘅訂單，促成咗香港飲食歷史上最光輝嘅一頁，亦為滿漢全席。呢個流傳咗幾百年嘅中國傳統宮廷飲食文化，喺香港呢個中西文化交匯嘅海港城市，可下了一個最完美、最體面，亦是最亨動的落幕。所以下次當你同朋友行街食飯，經過那些金碧輝煌嘅大酒樓，或者再喺電視上面睇到金玉滿堂入面的廚師喺度鬥煮豆腐、鬥煮熊掌嘅時候，你可以好自豪咁同身邊嘅朋友講，無好以為呢啲全部都係電影吹水。喺1977年嘅香港，我哋嘅前輩真係用咗10萬蚊港幣喺國賓酒樓擺過一場2日2夜，有汪明荃做嘉賓，連大象鼻都搬上台嘅真正滿漢全席。雖然那個輝煌嘅年代已經過去，熊掌象鼻亦都永遠成為歷史名詞，但香港廚師那種將普通食材化為神奇嘅頂級手藝，同埋追求極致嘅飲食靈魂，其實一直都冇變過，它早就融入咗依家我哋日日食緊嘅避風塘炒蟹、鮮蝦雲吞麵同埋精緻點心入面，繼續一代接一代咁流傳落去。